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富喜乐呢个节目。今晡日富喜乐呢个医疗单元，让大家来讨论的是更年期嘅问题。其實更年期唔係是什麼人有，誰來人也有。你做得到西醫嘅觀點來看，那做得到中醫嘅觀點來看。今日邀請到中醫師來到節目地度咧，大家來分享。對到更年期，要用容易嘅鏡頭，你做啲容易來面對啊，容易來做很好嘅調試。大家來分享你點解？來邊其實你解中醫師連奕君。分享，大家好，我是中醫師連奕君啊，今日同歡喜來跟大家討論這個更年期的問題。哦，經常公司採訪講到更年期就是更年期，其實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對，然後每個人遇到的時候，其實就會有一些症狀。有些很多時候新聞也會講，我一下係更年期哦，我心情會唔好哦。譬如說，我用按我嘅講法，希望就會生理上面的一些問題。不過而且女生遇到這樣的問題，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心理層面的問題，錯冇？不過一般來講，經常給你一開始先簡單講一下這個更年期的發生。這個更年期哈，我們就那個一般醫學來講啊，哈，當然是說我們的卵子已經快要用完了。我們女人哈一生大概會排出400到500顆的卵子。好，那但是到了更年期之後啊，那整個卵巢哈，它會給我糟蹋，就像比較慢慢的就沒有了，像萎縮。對，那我們講這個就是覆巢之下無完卵嘛，那到後面就沒了，好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這個最重要的這個生殖的能力，哈，做乜用的啊，哈，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最明顯的分界點，慢慢從這個時間到快要停經啊，出現一些症狀哈，這一段的時間哈，我們大概就是可以說它是更年期哈。是這個一般醫學，我們當然是講說微觀，它是從卵子哈、卵巢的衰落哈到年紀的增長這些來界定它。那但就這個中醫哈，它發生的原因啊，對哈，這個我們講到更年期哈，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想到這個腎的問題。一般來說，講到更年期，直接會想到腎的問題。大部分他們的理解就是今天來看診啊，想要拿一些藥來補一下腎水。所以像醫師一般會講，你平常在看診的時候，如果說細妹你去看更年期的問題的時間，一般來講基本上會拿藥嘅事嘅，因為可能生理上會有一些症狀，基本上會拿藥嘅事，所以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要補腎的概念嘛，按有講嘛。大部分我們會先幫他把脈，那確認他的這個部分。那我們現在先就我們一般民眾到接觸他有症狀到接觸中醫那我們開始幫他把脈的時候那我們一般我們先了解一下我們大概自己的身體是大部分因為我們這個身體還是一個小宇宙，對應一個大的宇宙那小宇宙我們現在講的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代號，我們先講這個是一個大的宇宙哈。那我們呢，如果是以身體來看哈，這個我們簡單看，因為這個是一個後天的八卦。這個我們先看這個心跟腎就可以了，因為剛好在身體心跟腎一個在上面，一早都下背嘛，哈，剛好是如一條線那裡下來哈。那心它的代號是離卦那離中虛，它這個中間這個跟我們的坎卦這個是相對的大家可以看這個是相對，就是心跟腎是相對的。對，那通常呢，我們在這個
这个坎卦的代号其实是水哈，这个水跟火哈，其他的你都不用看，这个水跟火哈，在我们这个小宇宙哈，它会形成一个平衡，水有时候要上来帮火哈，那火呢也要下去帮水，是，那整个在我们左侧脉哈，手一伸出来，左手脉，左边东升，右边西降的过程中哈，我们大概就是发现这个人哈，他身体的平衡度，因为哈，有时你大妈噶，很多医生他跟你讲的很准，你知道吗？啊，你肝怎样，肾怎样，心怎样，可是哈，你如果说你开药啊，就你知道讲的很准，你快马该用哎，错。其实你因为你信任医师啊，经常讲哎呦，我爸妈过后又是马该优诶，你就是马该优诶啊。啊，但是我这是一种把脉法，就是讲得很准，啊脉点都讲得很准哦。对，啊可是你不知道开什么药。那另外一种我们把脉的一个根据哈，主要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后天八卦，哈，左边东升，右边西降一个情况下，水火可以共济，那水要上来帮火嘛。那火要下来帮水的情况下，我们人体才会这个阴阳比较协调、平衡，对不对？那因为有时候水太多，那火去把它稍微蒸发嘛，哈。对。有时候火太多，水要稍微去消灭它，是。这个时候才能形成一个比较这种共济平衡的现象。对。那你对应到比如说现在的极端气候，因为现在是枯水期嘛，是。那你水不够，是不是相对来讲温度其实真的都很高？哈。那这种状况，也就是已经发生不平衡，人体在发生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下，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那我们把脉的时候哈，大部分会去取这个平衡，是，就说今天这个人来哈，他今天水少多少，火多多少，那借由我们这个左手脉跟右手这个降下去的这个比，我们是看这个比例，是，所以我们会处方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人大概水少多少，啊火多多少，或是他根本火不多，水太多，水太多就比如说他更年期之后，他忽然很多白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你水火如果没有协调，你知道该干的不干。该湿的又不湿，我觉得唐先生按样讲，大家有了解吗？其实一般来讲，在洗衣的观点吼，大家会知道讲，哎，我爱可能有嘛个，比如爱可能很多的症状，比如说热潮红啦、心悸啦，或是疲劳，大家就会知道，迄没更年期的问题。不过，经常同大家的分享就会中医的观点，其实他说的比较透彻一点，就是你的心跟你的肾，黑没有一个平衡的状态。可是你去大妈，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般来讲，大家就想讲，你去看洗衣的时间，应用了伫更年期的问题。可是你就大妈你大妈的时间，你就会了解讲，我就欣赏的概念就会，他就一打把脉，你就会提供你的心跟你的火。哪个多，哪个少，对水火的比例，然后就可以来断定，讲，你黑妹整个身体有没有平衡，跟你的身体有没有平衡，就会决定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的症状是什么，对，就可以去做缓解。因为身体它其实它很复杂，那因为这个前对离更。巽坎艮坤，这个太复杂，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不需要用到这个部分哈。但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水火，水火它是一个很大的平衡。你如果今天不平衡，又到了这个年纪，哈，那出现了很多症状来讲哈，那应该要来吃药的情况下哈，就可能我们就是会用一些处方用药。那处方用药并不是说我们把脉跟你讲得很准，哈，就没事了。最重要就是那个药方要合到这个病人给他体质啦。你如果没有合到这个体质哈，你吃太燥热或是太补哈，你会。更容易耗损到你原本就缺乏的那个部分，是很有意思哎。大家都有想过无？你迄个青岛嘅康健师嘅夫人家，迄个慢慢有更年期嘅问题，大家就想讲唔对用个啥？因为一般来说，说真的，大家就知道更年期，可是大家其实唔对用会去面对，也系讲用有食药嘅，或者说还可以做到去看中医。其实几个目的就会帮你的身体调平衡啦，对，你比较舒适，对啊，就比较舒缓。因为更年期本来就会什么人。其实什么影响谁来影响你本来就会遇到的问题，只是主持人其实总结得很好，它其实就是一个水火的一个平衡。其实
因为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说，人体它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水火是最大的。那其实除了心跟肾这两个，心跟肾之外，还有肝、脾、肾、肺，这些都其实更年期，它症状的产生也都会有关系。因为太卡就讲啊，第一中医个观点，其实不论还没更年期，有很多的病也好，其实讲的都是阴阳平衡嘛。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太卡的分享，就会一般来讲，你为什么你就是你更年期发病的一些相关因素，都也第一个我们这边讲到年龄增长。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如果说女孩子一生可以排300颗、400到500颗的那个卵子的话，其实更多鸦片就会年龄嘛。你想想看，你每个月排卵，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差不多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卵子就越来越没有了，或者说年龄可以提一个。老师，第二个操劳也会有影响。一般来讲，因为你这个。操劳一般现在因为工作压力都普遍都是很大，是那大部分就是家庭跟工作嘛那你操劳过度的话，一般来讲你的这个水大部分是会提前用光的。其实你一个人他就是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是。那先天就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那我们的脾是我们的后天，肾是它的先天之本。你就这么一碗水，你一年一年的用，是等你慢慢用光了，你的症状就会先出来了。那第一个症状很多都是火症，比如说你会觉得很口干，或是感觉会口臭，或是比较暴躁，对，会这种比较有出现火，等一下后面都还是会讲到啦。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的水，我们第一个就是水的这个部分越来越少了，对，就可能不是说喝水这件事可以解决的，是因为这个水它是一个代号，它普遍来讲它代表所有身体一切的阴的物质，包含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泪，身体的这个汗，血液呀，包含了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这个主要比较精华的物质都是比较粘稠的这个部分这个统称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它是形成一个代号。是，所以其实简单讲起来就会，你身体底度嘅水，你嘅水啦，你嘅火有没有平衡其实还有请有医师嘅中医的观点来看更年期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下再转来。今日要强就係呢個中醫師連線上來到節目地度，讓大家來分享其實大家應該生命地度聽從沒有更年期嘛，因為這就是一個人的生長嘛，對不對？你從 baby， 然後慢慢的長大，然後你的曲線圖會按樣越來越高，等到某種年齡嘅時間，比如講東英講超過40歲嘅時間，你可能又是開始走下坡了，對不對？這個是一個身體機能，就像一輛車一樣，你走到久嘅時間，零件就會損壞嘛，對不對？剎車皮會越來損壞啊，所以嬰兒強容，基本講到更年期，讀中醫嘅觀點來看，其實信上講了一個很有趣的，不能講很有趣，是我們平常不會去想的。心就是火，對，腎就是水，腎這個水是先天的，你出生的時候媽媽是不應該，對不對？然後呢，你的這個陰陽，其實我們人就是一直要平衡跟協調。那是如果這個不協調，當然身體就開始又有一些怪怪的東西，像剛剛老信上有講到嘴巴乾，那就是水不夠了嘛，好，對不對？所以這邊有講到，就是說，婦女跟更年期跟發病的相關因素，比如說操勞也會，產育啦、體弱多病。這邊有講到什麼腎氣漸衰，其實對，就是跟這些有關係。那產育的話，因為以前的人是胸卡陡嘛，錯。那現在根本7胎8胎的以前的人，對不對？以前的人可能一次就生8個、9個嘛。那對。當時他們是因為農業社會，很早睡又很早起來，然後都是做很出眾的，是他們的身體很厲害，對不對？都不會衰落下去。那最主要是我認為是跟以前就是他們農業時代空氣很好，然後早起早睡，而且都有弄重的東西，你知道嗎？啊，瓊雅哈，我們都是坐着，對，然後生一個。
就很惨了。是第二个更惨，因为我昨天才跟我同事讲，他说为什么生一个，他就觉得腰很酸。是，主要呢，真嘅以前嘅妇女家會知道講，哦，呀生乜嘢按樣面嗬，以前係到咁生兒嘅時間係早甜生，有冇用誒嗬？唔過呀下已經清體怪，冇做乜事情，一下又冇個腰酸，哦，一下又肚絲痛，對啊，說膝蓋又不好，然後又會頭暈，哦，最主要是跟我們第一個當然空氣污染，整個環境啦，對大環境的變遷嘛，然後還有我們都是坐在這個沒錯，位置上，上班族，對啊，冇卡重的東西，你也沒有去運動的話，那個更容易哈，就是說你生一個就會落一個，是，再加上如果說哈你沒有好好坐月子，好，那有的人因為他要去把生影的有嘛，就是一出生他就要自己去帶小孩，那種就是其實都是埋下那個日後啊的一個病因，是，月子一定要做好哈，產育的過多哈，或者說第4點就是說這個你本身體質對這個先天就不是很好的情況下，一定會到了都經驗期嘅時間，但問題就會慢慢越來越明顯。對，因為我們說哈，這個像我們女生的月經嘛，對，每個月啊的來的量或週期，還有它的這個血塊的多寡，在於決定就是說，你這個月你有把你自己照顧好嗎？你有比較休息，也沒有壓力那麼大，有吃較有營養的東西哈。啊，你這個月相對會來得比較順嘛，對吧？對，大家經驗都是這樣。其實很可愛的，對吧？對吧？人家說，我好像快要分享我嘅經驗有冇？佢說，講一講嘢較順就可能個水較多，對，身體較好，是較好啊。對。你講要這樣，有時候，比如說肚子很痛，希望你有一般婦人家，講夜時累嘅時間有血塊或什麼，可能就是你這個月比較不順。對，這個月，所以這個是每個月的，好，那當然到了45歲，你這所有的這個要交成績單了啦，好可怕哦。對啊，因為你如果說這一段時間內，我們就是把自己弄得很操勞啊，哈，年紀增長是大家都會嘛，對，然後又體弱的話，然後就像經常講的，你交成績單嘅時間有冇，你問題就越來越多。有青島跟你講40歲以前，對不對？你就是你好好的弄壞你的身體，有沒有？然後40歲以後，你就身體就好好來折磨你，身體就會按鈕。對啊，因為到了更年期就是要繳成績單的時候了。那每個人哦，其實我們在門診看真的是差別很大哦。你像哦，我媽媽她有在練氣功，她根本什麼很少症狀。那有的病人沒感覺，對，她沒有感覺。那我們聽到有一些病人哦，他真的是從頭講到尾，一進來坐下來就從頭開始講症狀到尾巴。好，運動它很多嘛，比如說心悸、酸母痛、水腫、暈眩，他就會。剛剛想說，經常有購買你門診的時候有青島有給問題。對，第一個哈，其實最常見的，我們看這個中醫哈，它就是說，它月經會先亂。哦，亂經。它一定會先亂。它到了大概一個年紀，他會發現，它怎麼本來每個月都會來的，變成2個月來一次，是，好，或者說變成2個禮拜來一次，然後他就會先來看，好，那如果他還有其他的主訴，像說子宮肌心衝哦，有時候會動壓扎啦，好啊。有時候我跳台戲，覺得很悶，很容易生氣，是哈的時候，還有我們很常看到就是睡不着，對不對？睡不着，因為普遍現在失眠已經是不是只有更年期啦，那個像文明病，對，年輕人也都很多哈。那水腫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在那個更年期以後啊，那個脂肪會受到荷爾蒙的影響，會產生一種脂肪移位的現象，不是感覺是現象。所以哈，你體重一樣的人哦，一樣哦，你到更年期一樣都是這個點，可是你會發覺你有一個這個水桶腰了，有，你實際上你沒有變胖啊，但是你的脂肪會跑到這邊，是。那是因為荷爾蒙的改變，這個沒有辦法，這大家都會遇到。那因為腰圍不能超過80-90嘛，對不對？那因為你一旦你剛剛不要超過80，對，那你就一定我們要盡量的讓自己不要超過80公分，讓它減少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哈，那這個暈眩、眩暈或者這個臟躁病哦，臟躁病主要就是講我們的這個情緒的病，包含所有的這個憂鬱啊、恐慌啊，這個在門診也非常容易遇到。那百合病哦，這個就叫做百事不合啦，都不合，他看什麼都不合，所以他這個更年期的病，它其實是叫百合病。好，那這個
崩漏也很常看到，就是有的人他一来就是像雪崩。那漏的话就是每次来都来一点点，然后来个不停，给你来1个月。这个我们也蛮常看到的。那底下很多描述的都跟月经的状况有关，因为这种变异性很大。古时候讲到呀哈，其实平常同大家的分享的就会更年期的症状。刚才从中医的观点我们这边其实是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就是比如说可能刚刚平常一开始有讲到像月经周期呀，经血量的改变，那就是最普遍的。一般来讲，青头跟妇女感一开始读到跟问题就会乱经的感觉，对不对？那第二点，其实经常有很多人会盗汗，对，就是坐在那边也没有怎么体温很低可是可能还要用毛巾挂在这边要吸汗，因为它就会一直流汗。这个问题，我稍微讲解一下。第一点，那个月经周期跟经量的改变，这里有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在接近这个更年期左右，月经的改变，其实它是月经周期会先变短，然后再变长。我举例来讲就说你本来28天来的，对，你可能会变成14天就先来，然后它会来的比较多，对，然后中间可能又异常输血，可是到了后面啊，更年期的后面，它反而周期是40天来，50天它就不来了。主要还是跟我们卵子都已经用完了，身体的荷尔蒙渐渐的改变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比较容易遇到的这个周期的改变，还有经量的改变。先短再长，一开始可能怎么一下就来了，然后后来就变得好长，越拉越长。这个就是周期的改变。那有的经量它的变异性也很大，因为有的它就是来那一点点，每天都是电，对，一直电，那很麻烦。对，其实我们在一般在我们跟观众朋友讲一下那个一般月经的量好了，这样大家会比较清楚。因为你有时候你知道门诊的妹妹一来病人我们一看，你问她月经量怎么样，她就跟你说还好。有没有会痛？还好。腰会不会酸？还好。我们遇到这种还好的有时候就是你很难诊断。对，因为大家对量的概念，你不知道几 cc 是多，几 cc 是少。对。我们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大概1瓶养乐多的量。那一般我们你说正常1个月，对，一般来说，一般人来讲，正常係1瓶养乐多嘅量。一般我们是讲20到120 cc 啦，你就抓中间大概就是一个养乐多的量那真正的月经很多很多是指说它我们通常第1天刚出来一些，2、3天量是比较多，对，然后到慢慢4、5天，对，慢慢到变少。那第6天、第7天其实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是抓大概1周左右。那如果后面你再来第8天、第9天、第10天，你就要开始有一点点感，是不是说自己要知道自己子宫是不是收缩有问题啊，这一类的。那真正的量多是指你第2天跟第3天连续2天，每隔2个钟头，你就要换1次那个卫生棉，而且它会满。有的还是跟我们说他要用到夜用型的，你那个就真的是爆量了啦。是，就真的用抖那我们那个就是注意那个真的就在月经过多嘛。那过少其实你很明显，过少他们都会自己说医生我那个经量变得很少。它大部分都是1次月经量不会大于20 cc，那真的就很少。是，所以这边是医师特别帮我们强调，胎嘎就会低，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周期改变，都会用来周期改变的，就用线上跟他解释的。那所以这边其实除了周期量改变，当然还有很多啦，比如泌尿道的症状啦，精神。老师，你看第3点，线上 TPU 讲有时候会失眠、睡唔着、头哪痛啊。对不对？情绪会影响，有没有？还没有讲到皮肤跟问题，有时候会什么全身酸痛跟感觉也有。对，这个其实也是做的还很仔细了第2点，我们讲那个热潮红，主持人刚才讲那个盗汗热潮红，热潮红它就是发生在几秒钟的一下子就上来，是，那一阵热，然后它就会发汗所以你会看到它热潮红它跟这个汗是一起。那这个一般我们也不是盗汗，这个就是热潮红，它在夏天会非常的明显，你会看到有的人都拿小手帕一直在擦脸嘛。那真正的盗汗是出现在晚上
道就是那个晚上啊，是，好，那白时间，对，白天我们是称为自汗，就是自己的自，哈，那盗汗它也很恐怖，有盗汗经验的人就知道，所谓的盗汗不是给你流汗完就没事哦，它会出现在睡一睡，入睡前或是入睡中间，忽然一阵热上来，然后那个汗出完之后，你身体会有一种极度不舒服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在头颈以上。是。像这种一般它都不是只有流汗或是怎么样就好了，绝对不是。他这个人他一定会有，比如说他头发湿湿的，他那个汗黏黏的，他会跟我们说那个。流完汗之后觉得有点冷很虚然后衣服一定要换，不然他一直不舒服，没办法再度入睡。对，所以其实唐先生安讲，大家是为做得去了解一下到底你自家有安样个情形无？想用先没有先聊下，你等下做咧老大家来讲，你做咧自家来看，自家到底有冇个情形，系咪度经验起个镜头咧？所以聊下，等下张总来。当帮伊做咧绕墙道，新上那个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讨论，大家人都被拄到个经验起个问题哈。上两段节目其实新上讲到讲清楚，怎么应该你会有经验起呢？其实平衡很重要，而且大家有启动嘛，平常保养很重要。其实你的身体平常如果保养得很好，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体质很好的人。你遇到经验起改时间，经验起的时间，其实你的症状没有这么明显。就像刚刚现场有分享啊，妈妈在练气功，她觉得还好啊，还冇乜问题啊，经验起冇唔错，唔讲系轻好啊。如果有些你嘅经验起的问题，就会吃到哇，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而且像现场上一段节目分享流汗，那个汗流很多你可以拿到手帕上盯住，好像衣服会湿掉，好像温嗓夫。像那样子就是症状很明显，对不对？所以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对不对？大概10个人里面会有3个啊，他会有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像我们讲第3点那个精神的症状也是，这个其实非常的多。那所以唔睇对哪通，他可能散在就是比如说身心科、睡眠障碍科这些，他们都会使用一些这种。比如抗忧郁剂、抗焦虑的，那其实这个都还是跟更年期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身体有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对，这个其实它还是偏向于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一块。是，所以因为像显常刚刚讲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他们也是要有平衡，对，因为它这个平衡才对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平衡的话，大家就会讲说，泰嘎就会讲你黑没躁郁症。你还没忧郁症，其实我们在讲交感神经，对，我们其实刚才第一段所说那个水跟火啊，其实我们以很大略的来分，其实水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火就是交感。这好有意思哦，因为有时候你在讨论从西医观点来讲说，泰嘎会讲。你应不应该情绪不好，或是按忧一类？因为其实像你如果有躁郁症然后忧郁症然后强迫症其实其实有轻度跟某种个症头，不过当然其中有一个症头就会马个失眠。对，情绪不稳定，对，所以西医的观点就是交感跟副交感不平衡，所以其实经常跟我心跟水不火跟水的不平衡，其实就是交感跟副交感，一个代表交感，一个代表副交感，也不平衡，对，原理一样啦。其实真的一样，只是说那个是代号，我们讲的都是代号。那大部分因为我们在这个使用西药的时候当然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就是希望很快嘛，一吃。立刻有效果，对，那但是因为你身体已经不平衡了，你希望借由中药一吃马上睡，有时候可以啦，有时候 OK， 但是你如果说每一个几乎说要到这种效果可是你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当身体因为水火的不平衡，你就是水太少，你慢慢的把它滋补进去，你慢慢身心平衡，自然会睡。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说一直就是要很快的。吃一颗马上睡，这样其实很多病人跟我们分享，就是说那个吃安眠药的入睡其实你起来头是不清楚的，会有点头晕的，你没有办法很清醒的，因为那是身体睡，你的心里可能是没有睡的，的情况下，那这个我们讲第4点那个泌尿道的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所有的。皮肤的部分，不管是里面的皮肤还是外面的这个尿道上皮，或是像我们因为
阴道的上皮，它皮肤都会萎缩，都会变薄，所以不管是你很容易尿道感染，很多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很多的病人都还是去吃抗生素，因为它是萎缩性的尿道炎。那我们一般医学就是开抗生素，很合理，我们也了解。但是一般我们的观点是说，你越用，你本身你会比较虚。你不开，因为抗生素懂狼，你舌头会发哈。你第一个你胃会比较冷，你会不会改变你自己的体质？不会，你会越变越狼，你的免疫力会越下降，你的尿道炎会不会好？我跟你讲，反反复复会很难好。对，真的，太卡就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尿道炎很奇怪，你一看欣赏给时间给又可以抗生素不你吃，你事后就是马上就改善，因为尿道炎很不舒服嘛，对不对？你一偏瘦给时间会觉得好难受，不过你吃药诶。一好之后就好喽，清掉就好，不过奇怪呢，没有怎么样也是准时，也是喝水呀，不要憋尿。我们一般观点会说你要喝水，你不要憋尿，你会保养。可是很奇怪，没怎么样，第二天早上睡起来，突然间。好像又复发了，我觉得这就是欣赏讲它反反复复，很明显。哭说你不能一直用抗生素，因为它会寒化你的体质。你正确的治疗，像我们中医就是说，你整个要养水，要把这一碗水，你要再把它养回来。那你要把你的火也稍微养一些下来，你才会有这个免疫力嘛。那你细菌本身因为都是潜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是刺激性的感染，等你很弱的时候就出来找你。所以根本最好的方式像萎缩性阴道炎或是萎缩性的尿道炎啊，其实如果配合中医的调理其实都会有很 OK 的效果。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就会你的身体要保养的好啦，就是其实就是那是人生都会遇到的时期。可是如果你能够尽量平衡它，你身体状态好，很多问题它就不会有了。还有免疫力啦，泰卡就说你有没有感冒？因为免疫力下降，怎么都去年一整年都没感冒，可能你一整年的免疫力是好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免疫力。那免疫力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保养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欣赏讲的。那像那个眼睛的症状，因为这个也很多。那患者一来，他跟我们说，他去眼科检查完全没有问题，都是开眼药水。那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一般所着重的方式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枸杞，对不对？枸杞、菊花，对，明目，它可以明目。但是我的经验上你那个枸杞啊，你不知道要吃好几十斤，你每天泡一杯，我们真的觉得效果有限。是，我们临床其实会用枸杞精呐，枸杞精就是给它好多的再浓缩，的确，它对于眼睛干涩，患者来就是说他就是不舒服，感觉有异物，那种干涩。来自于这种肾虚、肾水比较不足的，一般来讲，我们用大量的枸杞，再搭配一些那个滋阴药，效果都还不错。那像皮肤，我们最关心了，对不对？尤其是生毛阴影，对，我们这个更年期之后，身体所有的胶原蛋白都会流失，我们的皮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揪，真的，这个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所以我们大体上就用胶原蛋白来代表所有中药的滋阴药。中药有非常多种滋阴药可以取代所谓的胶原蛋白。我觉得给不易公都压哈，我应该要去挂一下连医师的门诊，感觉上好像可以用滋阴药来取代一下胶原蛋白流失给问题哦。我们门诊都还是讲胶原蛋白，因为你跟他讲滋阴药，他不知道什么东西，而且听起来好像有点奇妙哦。滋阴药其实就是胶原蛋白跟对，其实你就把它想成那个都是因为中药有 N 种胶原的，N 种滋阴药，我们都讲那个可以滋养你的皮肤那再来就是这个关节的症状。这个最多了酸痛，从年轻可能到更年期都会有。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骨细胞它会骨质疏松，对，它会越来越多你那个好的骨质会慢慢的都会被它吃掉。欣赏共识采访更年期的大家都会知道，可是我觉得人还是要你还要厚厚的面对一下，因为工作按都可以针头，可以糖有会讲呢。因为你知道有的骨质疏松，它可能是一个还是在轻度的嘛，结果他还是有喝咖啡啊，他还是每天喝1杯啊。那我们还是会跟他讲说，你就想喝的时候1个礼拜喝个1杯吧，因为真的怎么做得到？怎么可能？嘿，喝咖啡呀。
按多给你上班的时间，每天都要来一杯啊。真的，我从来不喝呢。是哦，我跟你讲，欣赏你的骨质一定是很密度下应该是很高。没有，我们比较怕死啊。啊，没，其实更多也係基本嘅時間過得請假哇，節目吼有按多嘅同學同大家來分享吼，基本嘅เรา大家講嘅係你經驗去個鏡頭啊，咁講吼。你還上集哈，我們要繼續邀請連醫師來幫我們做下集。那我們可以有什麼樣東西可以吃啊？有冇個認同走得走啊？所以鄉親朋友吼，基本對大家嘅了解要舒舒服動動，咁講下年是讓大家來分享，你要冇個動好個方式走得走來面對吼，大家莫走哦。我哋下咧先聽你嘅認同先生來做認同了。